在路边也会自己长那个火龙果，可能是人家丢了啦，丢了然后长出来了啦。你看，人家丢了长出来，你看到水，那个是水生植物了，水笔仔最逼的，你看，那个是湿地呢。哎呀，前方看到的西部滨海公路了，北边的听到鼓声了，可能是清坤生啊。家里哦，金堂殿的绕境活动哦，第一天到那个清坤生海边呢。哦，路边呢放这么多东西耶，鹅壳啊，壳，鹅壳啊，还有一些东西耶。你看，他们不要的那个火龙果的